歡迎收睇多倫多網上電視。今日節目直播室，我係劉水安，我嘉賓係陳志輝律師。你好，你好，係你好，鍾 Sir 你好。咁我哋每月一次嘅聚會，我有你啦。係啊。咁啊，今次我哋又都講下啲比較有趣啲嘅問題。咁大家都知道啦，就話加拿大個政制咧，就係話我哋係有三級政府嘅，係有市政府啦、省政府同埋聯邦政府。冇錯。咁而家聯邦政府執政咧就係自由黨啦。係。咁就佢係喺舊年贏咗嗰個大選咁，咁但係亦都係少數政府。係。咁最近咧就話你知道關於大選好多時都有啲 poll 嘅。係有啲即係民調啊咁民調亦都反映咗就話，即係大家對於嗰個各個政黨嘅支持率點樣。咁啊，今日嘅有個 poll 出嚟咧，似乎有啲即係驚嚇嘅表現喎，可唔可以同你介紹下咁？可以咁講，你形容係驚嚇嘅表現咧，即係其實諗翻上一次嘅聯邦大選咧，都唔夠一年前，係2004年6月啦。咁未夠一年，啱啱今日即係公佈嘅有一個即係其實嘅全國嘅調查咧，執政嘅自由黨咧已經係咧跌到咧係得25% 嘅支持率啫。換句説話講，即係話全國即係四分之一嘅支持，即係4個選民佔得一個選民支持。冇錯。咁即係反轉嚟講咧，即係話換句説話講，有4個裏邊有3個人係唔支持嗰個現任嗰個個政黨。如果你咁樣睇法嘅時候咧，咁變咗咧係我啲反對黨咧就即係去提出呢一個係話喺國會，如果係提出一個話所謂呢個 non-confidence 咧不信任票咧，佢哋嗰個理由咧可以更加充分啦。咁最有機會嚇不信任動議咧，就算話譬如而家民調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喺不信任動票入邊，如果係大多數政府嘅話，亦都唔怕嘅喎。咁當然啦嚇，當然大多數政府就其實呢個冇危機喺度啦嚇，即係你反對黨可以盡量充分咁樣發揮佢反對黨嘅角色，咁但係如果係大多數嘅時候咁當然係唔需要顧慮啦。咁但係即係同樣嚟講咧，就係話除咗自由黨下落好急速之外咧，即係呢個最有機會係組成呢一個政黨嘅政府咧，就係保守黨啦，亦都係可以咁講咧，此消彼長係咪？係啦，亦都係話佢嗰個增長率咧，亦都係非常之係可以講話係有呢一個即係表現實力嘅機會，因為咧今次呢個最新嘅民意調查咧，已經係話咧全國裏邊嚟講係有40% 嘅支持率。咁但係最主要嚟喺呢一個好犀利喎，即係話好緊要3個人先有兩，即係1/3嘅喎，真係多啲啦。其實就嚴格嚟講即係就唔夠40% 嘅，係36點幾。即係3個人一個。咁就但係都但係我其實頭先講40% 咧，其實就諗起咧就係安省咧，佢就已經有40% 啦，即係呢個保守黨。咁呢個好奇怪。呢個其實好重要，因為少少想問下先就話，你話因為安省其實自由黨能夠贏到聯邦大選咧，安省佢個票倉嚟嘅喎。係啦。係咪？咁即係話，如果你話40%嘅即係個得票嗰個 support 係來自安省，咁即係話佢個票倉俾人燒喎。係啦，所以就係話，即係頭先我應該提到40% 咧，就係話雖然全國性咧係唔夠40%，但係40% 咧就即係喺腦海裏邊咧呢個好嘅重要一個數字，因為咧你都提到，如果喺安省裏邊喺呢個執政嘅自由黨係失勢嘅時候咧，佢嗰個真係再下一任無論係少數多數唔使講啦，所以話做一個少數黨嘅政府咧都好難，因為你而家睇翻佢嗰個100，我相信如果冇記錯138個現有嘅國會席位咧，有大部分都係又係安省嘅。咁變咗，如果喺此消彼長喺安省去繼續滑落，喺呢一個自由黨裏邊，即係更加係攞多啲票，同埋再加上喺魁北克省呢個魁人黨。即係亦都係話，魁人黨即係亦都係因為最近呢一啲所謂呢一個嘅醜聞啦，呢一個關於呢個所謂呢個廣告方面，以前前任政府嗰個醜聞咧嘅情況咧，係魁人黨咧更加助長咗佢，就已經喺魁省咧其實係遠超過呢個自由黨。如果係以呢個最近呢個新嘅民意調查嚟講咧，喺以前係不嬲都係呢一個自由黨嘅票倉，亦都係票倉之一喺一個魁省咧，佢係跌到15%啫。咁連呢一個保守黨暫時嚟講係呢個喺魁省根本係冇咩力量，都微微超前。
根據呢一個民意調查。嗰啲調查咁如果你再睇翻即係全國性嗰個報導咧，其實每一個地區同埋重要嘅省份咧，自由黨係冇一個地方係領先嘅，一個都冇，一個都冇。咁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好即係 warning sign 嚟嘅喎。一個好即係對呢個執政嘅自由黨咧，好不利嘅情況。同埋最主要咧就唔係淨係睇即係嗰個數字咁簡單，而係你睇嗰個升幅同增幅嘅程度咧，嗰個自由黨嗰個跌幅嘅程度咧係好緊要。譬如話比上一次喺2月嘅時候做過有一次民意調查啦，係滑落咗係15%，呢個係自由黨。咁如果呢15%係好緊要，佢現在係得25%，即係話佢由40%喺2月滑落至到而家係呢個4月頭嘅時候咧，當佢20%、15%嗰個跌幅咧好緊要。同樣嚟講，如果你睇翻即係保守黨，雖然佢個升幅嚟講咧係喺比例上咧係冇呢個自由黨嘅跌幅咁緊要，咁但係當然咧佢係即係亦都係可以咁講話係有好多嘅因為自由黨嘅下落啦，亦都係得益啦。咁但係如果你睇佢個升幅咧，其實佢個升幅嚟講咧就係冇自由黨嗰個跌幅咁緊要。咁點解咧？咁當然亦都因為其他嘅反對黨咧都有收益啦。頭先我提嘅夫人黨啦，咁主要嚟講新民主黨都有得益。咁現在新民主黨據呢一個新嘅民意調查嚟講咧，其實只係落後呢一個執政緊嘅自由黨咧4.5%啫。咁亦都即係個唔覺意有機會執政喎。咁呢個就我諗接近啦，即係大家都唔知啦嚇。咁但係亦都係喺如果你就咁睇純粹係睇嗰個數字方面嚟講咧，新民主黨個好消息咧就係話佢係上翻去大約呢個差唔多佢哋不嬲一路係爭取嘅水平，就係即係20%，即係每5個選民都會有一個選民去支持佢哋。咁對新民主嚟講，亦都有啲興奮嘅消息喎。因為點解咧？佢哋喺 BC 咧，喺呢個最西嘅呢個 BC 省咧，同埋咧喺所謂叫 Paris， 即係呢個草原省份 Manitoba 同埋呢一個 Saskatchewan 咧，佢哋都係領先，中間嗰個係啦，佢哋都係站喺領先嘅地位㗎。咁呢個嚟講，如果下一次係話因為有咁嘅而家民意調查嘅轉變咧，而可能真係話短期內或者喺國會有一個情況出現，就係話反對黨加埋佢哋嘅票數，能夠係做到使呢一個執政嘅少數嘅自由黨政府垮台嘅時候咧，咁如果呢啲咁嘅今日民調嘅數字係繼續保持去到大選嘅時候咧，新民主黨咧可能喺下一次係啦，下一次嗰個大選嘅成果裏邊，若果亦都係另外一個政黨任何一個政黨係做一個少數嘅政府，可能佢哋嗰個所謂個政治嘅籌碼咧就會大啲啦。其實而家都唔曳嘅喎，因為佢而家基本上即係現有嘅席位嚟講就話個保守黨加埋夫人黨咧，就相等於差唔多自由黨加埋 NDP 嗰個咁嘅票數喎。係，同埋咧就仲有一個咧就係有一個咧係獨立嘅嗰個最奇怪，國會議員，冇人掹佢入黨。獨立國會議員咧，就據了解咧，以往咧係呢一個係呢個其實係保守黨嘅前任嘅國會議員嚟㗎。咁但係亦都你提到呢個票數呢個席位嘅問題咧，咁啱呢個過去呢個週末咧，亦都有一個報導咧，就係自由黨喺係啦，有一個喺呢個Alberta 嘅省嘅議員咧，就會考慮。可唔可能會係話去投去呢一個保守黨咁樣？咁若果係咁樣，雖然話好似一個席位有啲咩影響咧，咁但係而家係頭先你提到咁大家嗰個距離咁接近嘅時候咧，一個席位都好緊要，因為一個席位咧就此消彼長。冇錯，你邊有兩個㗎咯喎？即係呢個唔見咗一個，可以加一個。對差嚟講係，可以咁講下。咁但係其實嗰段新聞我都有睇到就話，嗰個自由黨議員更能夠佢本身唔係 cabinet 係咪？即係變咗佢能夠咁公開喺傳媒度講，其實即係已經走緊大本㗎啦。咁就即係大家就我諗可以講話放長雙眼睇下個實際情況點樣啦。
咁但係亦都講過就話嗱，譬如 NDP 因為呢一次自由黨嗰個滑落啦，佢就無端端增長咗5%啦，係咪？咁另外一個上一屆比較特別啲嘅政黨，譬如 Green Party 有冇咩即係着數得益咧？Green Party 就好微咁樣增長嚇。咁就係即係今次喺呢個民調就 show 唔到民調都係大概係5%咁樣，咁變咗即係其實喺佢哋嗰個主要嘅票源，我諗係守住佢哋主要嘅票源啦。咁但係話似乎增長方面咧，暫時都仲未見到嚇。OK，咁但係即係其實即係選舉嘢就好得意啦，即係好有趣嚇。咁其實有一樣嘢要研究下就話，其實自由黨執政以嚟咧係冇乜大事發生嘅喎，一般喺個政局嚟講就話，譬如話你即係執政之後你失業率高啊，民生有問題啊，即係通脹啊，咁在有啲尤其是影響民生或者經濟方面嘅話咧，就好容易令到執政黨咧就有個下滑，即係缺乏支持。咁但係根據即係一般嘅睇法就話佢即係自由黨執政嚟講都幾平穩，係咪？冇乜天災人禍啊，冇乜大事發生嚇。咁除咗南亞，咁南亞就係喺亞洲啦，直都嚟即係 touch 唔到美加啦咁。咁而今次令佢滑落嘅原因係咪純粹因為嗰個即係所謂嗰個贊助醜聞咧？就而家睇翻呢個民調，最主要就睇佢喺做嗰個民意調查嘅時間啦嚇。咁呢個調查嘅時間咧，就亦都係咁啱咧，就係喺呢一個對自由黨最不利嘅情況嘅時候咧，即係話有一啲嘅證供咧，喺呢個調查會度咧係提出嚟咧，係對自由黨好不利嘅。咁呢個可能亦都係一個或者時間性問題。咁當然嚟講，即係話要喺一個大選裏面勝出咧，其實有好多其他嘅情況可能嘅影響嘅因素嘅。咁呢個可能係引起呢個普遍加國公民嘅不滿。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嗰個不滿嘅程度係維持幾耐咧？咁大家都知道就係話，譬如話頭先你都提到Joseph，譬如話喺加國咧，其實嗰個經濟嘅情況咧，尤其是喺聯邦個政府嘅財政狀況咧，係非常之好嘅，即係已經唔係赤字嘅情況啦，已經係有盈餘。咁而家個情況就係似乎咧就係不同嘅省份咧，亦都係盡量爭取去可以話係佢哋覺得應該分翻一分嘅一分羹咁樣。咁喺經濟方面嚟講咧，係即係呢個聯邦政府事實上係佔咗優勢。咁但係就其他你提到呢一個關於呢一個調查呢個醜聞嘅情況咧，究竟係仲有幾多壞嘅消息會出嚟咧？咁呢一個大家都未知啦。咁當然咧，就如果照已經發生咗嘅情況嚟睇咧，只會係不利於自由黨。咁亦都唔好唔記得係有其他一啲其實一路都係醖釀緊好爭議性嘅問題，好似就嚟將會喺國會度投票關於呢一個所謂同性婚姻嘅法案咧。咁亦都係反對黨，尤其是係保守黨咧，係已經係即係大家有目共睹咧，係非常之積極，尤其是喺一啲比較係所謂族裔嘅社區咧，係做一個好個廣泛嘅工作咧，係希望咧就話喺呢個問題上咧，係保守黨咧係同呢個一般族裔嘅社區咧係個睇法係一樣嘅。咁變咗呢一個係究竟問題，如果係喺短期內有一個聯邦嘅大選嘅時候，究竟係話喺保守黨喺呢個族裔嘅社群嘅投票嘅情況係咪到喺呢個問題上係咪真係拉到一啲票咧？咁亦都係一個大家係覺得會係應該係一個幾值得留意嘅情況。咁係即係話兩大議題，第一個議題就話保守即係嗰個贊助醜聞，另外就話對於即係同性婚姻嗰個即係嗰個取向意向嚟講。咁如果講翻同性婚姻咧，就啱啱上個禮拜六咧，就喺即係渥太華嘅國會山莊咧，就有超過1萬人喺度集會，係要求政府咧就係反對同性婚姻嘅嚇。咁呢個係嚇。咁但係又到根據我所知咧，就話有時政治嘅嘢就比較即係有趣，亦都係好難去評估咁嚇。咁我都喺過往咧有一個就係話曾經有個人士啦，咁佢就即係競選係多倫多市長嘅嚇。咁我哋亦都即係多倫多網上電視亦都同佢做一個採訪，咁啊提過一樣嘢就話，佢話
作為一個政客嚟講咧，無論你做咗1萬件、10萬件或者100萬件好事，只要你有一件做得唔係咁完美咧，而呢一件咧亦都可能即係導致你垮台嘅原因。咁今次呢個即係理論可唔可以擺咗響即係今次自由黨呢個贊助醜聞咧？就話其實贊助醜聞佢公開聆訊咧，已經唔係今日先經聆訊，佢係響舊年即係話 Paul Martin 接手咗Sean Question 成為代總理嘅時間咧，嗰個聆訊已經開始啦嚇。咁亦都有段時間咧就話自由黨嗰個鋪咧就係上上落落咁嚇。咁即係話一段時間嚟講，通常一樣就話一件醜聞一件事件針對事件嚟講咧，有個時間去沖淡咧，啲人對嗰個反感程度就會低啲嘅嚇。咁但係今次嚟講就話，哇，似乎係冇低到，之後仲上咗喎。咁亦都有一樣嘢就話，因為嗰個 publication ban 咧就話，即係傳媒嗰個即係禁制報導嘅話咧，嗰個 ban 亦都離開咗啦，即係話取消咗啦。咁即係嗰個傳媒就可以廣泛報導嘅話咧，可能你話齋就係話越揭越多喎，可能即係而家究竟個氹有幾大都唔知咁。不，你講到Joseph 就係話，即係好多時呢啲所謂叫做 issue 啦，呢啲咁嘅事件咧，都係有一個佢哋嘅所謂 cycle 嘅，有一個 cycle，即係話可能或者係經過一段嘅時間咧，可能咧亦都係其他嘅市民啊，或者會係淡忘咗落嚟，咁可能或者亦都反對黨咧，可能亦都可能或者係轉移佢哋一個係針對嗰個執政黨嘅另外一啲嘅問題，去唔會係繼續係窮追猛打同樣嘅問題。所以好多時咧有其他客觀嘅情況咧，就係話即係所謂喺時間嚟講咧，就係即係會即係使到人淡化咗個事件。咁其實睇翻以前即係前任呢個總理啦。佢亦都嘅手法咧，似乎咧都係好多時都係好技巧性咁樣咧，就將呢啲情況咧就係一路係推，即係推延個時間去做一個即係話真係調查。咁所以即係經過一段長嘅時間嚟講咧，即係好多時咧，佢頭先講過就係話變咗咧有第二啲事件可能或者係話反對黨更有興趣去諮詢啊，咁你就變咗係忽略咗之前佢哋去攻擊呢個自由呢個執政黨嘅情況。咁但係今次呢個事件咧就係其實咧就而家係有一個公開嘅聆訊咧，咁變咗個事件咧係會一路係咁延續。咁同埋同樣嚟講咧，除咗係呢一個政府係委任呢一個魁省嘅法官做呢一個公開聆訊之外咧，亦都有係呢個全國嘅 RCMP 咧，即係皇家呢個騎警咧，亦都係調查緊呢件事嘅。咁即係或者咧，可能咧會有一個係繼續喺另外一個層次裏邊咧，譬如喺刑事或者係其他嘅情況咧，會有繼續嘅事件嘅發展。咁可以嚟講即係就變咗對唔住，就係同頭先提過話呢啲所謂其他一啲所謂事件嗰個 cycle 咧，可能呢個一路會係不停咁有新嘅消息出嚟，不停嘅有新嘅新聞咧，就變咗一路延續落去啦。咁就唔係好似其他個事件咁樣係話經過一段時間呢就淡化咗。咁我諗其實最主要咧就喺對唔住各位，就喺嗰個佢各個政黨嚟講咧，就係話喺大選附近嘅時候咧，究竟呢一件事件係究竟係左右到大眾嗰個選民嘅意向幾多？咁當然要睇翻今日啦，講翻今日嗰個話，即係嗰個民意調查咧，就當然就係若果係今日係做即係個全國聯邦大選嘅時候咧，保守黨已經係有足夠，即係根據嗰個數字顯示咧，做一個少數嘅政府嚟呢個少數政黨嚟呢個係執政嘅。咁最大我諗係喺呢個自由黨嘅隱憂咧，就係話安省呢一個佢哋一個咁以往一路都咁強大嘅票倉咧，係真係起咗動搖啦。如果根據今次嗰個呢個表現嚟睇，同埋睇翻亦都係魁省，佢哋竟然係得翻即係15%，連保守黨都係超前過佢哋，亦都喺以往佢哋一路好強勢嘅喺即係大西洋嘅省份，不嬲以前係自由黨嗰個係大選方面好優勢嘅。咁今次亦都係已經係輸俾呢個保守黨啦。咁
喺頭先提過係新民主黨，亦都喺部分西邊嘅省份，即係其實喺西邊3個省份，除咗呢個 Alberta 省之外咧，呢個新民主黨都係即係而家係話做一個領導嘅黨嘅地位。咁變咗咧，呢個自由黨真係話可以講話全國唔同嘅地方都開始受敵。咁其實講翻大選咧，就係或者大家有興趣嘅朋友咧，其實就亦都係有一個華人嘅社區嘅活躍嘅朋友咧，佢哋咧就喺呢個列治文山啦，就係喺4月24號啦，星期日咧係下晝2點鐘開始咧，就係有喺呢一個叫做 Landstaff Community Centre，就係如果係大家熟悉嘅朋友咧，係喺 Yonge Street 同埋 Highway 7嘅 corner， 就係嗰個 Staples 同埋 Home Depot 嗰個商店嘅後邊，叫 Landstaff Community Centre。佢哋係亦都係會提到關於希望提高呢一個華裔嘅公民咧，同埋移民咧對呢一個係即係話政治嘅認識同埋參政嘅一個意念咧，希望能夠加強。咁如果各位觀眾係有興趣咧，可以係喺呢個4月24號咧，4月24號星期日咧，下晝2點鐘咧，可以去呢個 Landstaff Community Centre 出席嘅。好啊，咁就據我所知，頭先提嘅呢個咧就係Peter Lam 林達敏先生佢提出咗華人參政一個即係個兒童會嘅延續嚟嘅。咁佢已經喺 Downtown 咧舉行咗3次㗎啦。冇錯。咁今次係第4次。咁每一次都有唔同嘅即係演講，即係講完啦，去剖析下究竟譬如華人參政嗰個利弊啊，整個即係個選民心態啊咁。咁希望大家都即係多一分支持，多一分力量，就希望都大家嗰個政治嗰個意識度咧，應該提高咁。咁就你提到係 Joseph， 其實就係據我了解咧，其實今次咧就係呢個佢哋主講嘅嘉賓咧係有2位咧係現任嘅大學嘅教授啦，一位咧就係以往曾任呢個喺香港一個珠海呢個學院嘅一個教授，同埋都係喺本地嚟講係通常都會係發表一啲政論咁樣。咁相信會係有一個幾有資料性同埋係幾有興趣嘅一個座談會嚟嘅。OK， 好啊，今日就直播室就到即係時間到此為止。咁多謝李家榮。咁我哋下次有機會我哋再講一啲即係同政治同即係社會事務有關嘅問題。好啊，OK，多謝，再見。